云林的检方调查网络诈骗的案件，发现到一个20多人的诈骗集团，竟然有高雄的警员参与在内。检方拢总甲8人带回去侦讯，申请羁押禁见，嘛已经核准。警方表示，这个警员涉案的情形真严重，要甲伊记2支大过，而且免职。伫咧 FB 破文讲要找人薪水正悬，恐惊是骗人的，爱注意。高雄市林园派出所一位姓陈的员警，之前伫咧办诈骗的案件经验正丰富。验过云林地检署伫咧去年侦办诈骗集团的车手，调查时阵意外发现，这位姓陈的警察敢若有涉案。检察官提到指挥调查站甲廉政署罗南搜查，甲姓陈的警察甲集团的成员8人带回透明侦讯，向第二申请羁押禁见。诚信远警经本署调查后，发现其有勾结诈骗集团，并有泄密之嫌。从112年开始侦办后，已陆续契获集团成员20几名。至于诈骗金额，目前还在统计中。检方讲，29岁姓陈的警察叶小弟就是主嫌。这个警察不但泄露资料给集团，也个做军师，教大家安怎回避警方的查缉。去年初开始，伫咧网络用现金买虚拟货币投资的方式来诈骗，美国嘅诈骗的所得金也到5000万，所有人搁在对内面抽2趴到4趴的佣金。初步估计，这个诈骗集团不法的所得差不多2亿到3亿。诚信远警等4人分别涉嫌贪污治罪条例、刑法、泄密、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，认为犯罪嫌疑重大，携有逃亡、灭证及反复实施之余，于今日凌晨向台湾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。云林地院伫昨开羁押庭，认为姓陈的警察涉嫌重大，而且所犯的是重罪，也有伊身为警察，以后可能会甲其他共犯或者是证人串证的疑虑，所以裁定羁押。另外，姓陈的警察也小弟等3个人，因为法官认为无具羁押的原因加必要性，裁定无保请回。林园分局也开认评会，决议甲姓陈的警察记2支大过免职，并且停报予市警局核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